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好，今日阿群妹知道吼，福喜来咧唔但请爱伴观众朋友同到福喜，每伴阿群妹同到福喜哦。怎么个安尼讲喏？我知道嘅今日都幸福。伫下晝頭一個時節，下晝頭4點要做乜嘅？輕鬆有嘅事情，韓國輕幸福嘅事情，就係來一杯咖啡，韓國配乜嘅？配甜點啊，當然係安尼啊。故說今日福喜來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哇，兩三檔後生嘅，哦，伊隻細啦，伊隻細妹佢哋係男朋友，唔過佢哋當後生就開始來創業，韓國帶來當到佢哋自家做嘅當幸福嘅甜點，來同大家來分享哦，細細更更來分享佢兩隻，先來分享我們的Ethan分享。大家好，我係Ethan，今天很高興來到這邊，謝謝。好，歡迎Ethan和沙哈樂黑嘅，好同獎咩同後生嘅這個細妹朋友，我們來歡迎耶達分享。大家好，我是耶達，很開心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們的甜點。好，歡迎兩位來到我們節目當中跟大家分享。其實大家可以看到，呀哈，我們的攝影棚看到非常可愛的陳設，非常可愛的擺盤。其實這些都不是道具，真真實實的，就是 Ethan 跟耶達他們帶來的。本人會當幸福，看到會本大家流後藍水。可能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應該跟我一樣，口水都已經流滿地了。但是呢，大家都會懂上而提供，你們兩個這麼年輕，按後生，就開始來創業。故說大家沒懂上而提供，你們一開始為什麼會就是走入這個甜點的行業，而且是自己創業的方式？主要一開始是在澳洲的時候有接觸到甜點這一塊，然後回來台灣之後就是想說，可以自己試試看創業做看這一塊，所以我們一開始是從擺攤開始。對，不過你在這個去澳洲之前，你也是學跟就是食品相關、甜點相關的科系嗎？沒有，本來其實是做美髮科系的。對，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跨越。就從美髮，然後你說你在澳洲打工遊學的時候接觸到這樣子的甜點，對，是認識甜點師傅嗎？還是說你在跟澳洲當地工作相關？其實是朋友是廚師，在澳洲當廚師，然後他後來自己開了一家咖啡廳，然後有機會可以去看他做甜點的過程之後，然後開始慢慢產生興趣，對，然後就開始自己慢慢摸索。對，後來就有這個興趣這樣，所以回來就決定完全放下你的就是本來學習的東西，就是把也是當成興趣哦，也是當成興趣，因為其實有時候把興趣當成是工作，會不會反而壓力很大？就像假設你現在進入甜點的行業，你會覺得在甜點行業會有壓力的感覺嗎？因為這完全不是你本來學的。多多少少啊，就是面臨一些可能自己未知的狀況之後，可能壓力會比較大一點點。對，不過你們還是堅持，就是之後就是自己來創業，做這樣子的甜點的工作。對。那耶達呢？你自己本身一開始有學相關的行業嗎？我其實是沒有，但是我在澳洲發現他喜歡做這一塊，然後就有稍微跟他提議說，他可以試試看做這個，那我可以做我會的專業的東西，像我會做視覺設計類，就在當小幫手幫他這樣。這個小幫手其實很重要哦。大家看到吼，其實一個商品它不止東西要好吃，其實也外表要很漂亮，要很吸引人。所以其實這個整個行銷包裝大部分都是耶達在做。對，你們用這樣子的合作方式，哇，真的是天作之合，非常 match 的一對，而且他們還帶來這麼多可愛的這個甜點。那聽說你們一開始其實在台北就已經有小有名氣了，因為你們在師大商圈擺攤，對不對？也沒有到名氣啊，就是一開始的話，就是在師大的朋友的店門口，然後擺着一張桌子在那邊賣烤布雷啊、乳酪蛋糕這樣子。對，大概賣了多久時間？差不多半年到一個。
大概多久？半年？半年左右，对对对。半年左右的时间。那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其实，在台北啊这样子的小甜点，其实我也较想你啦，因为台北你比较常会可能会说，我们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吃个甜点啊。那可能在比较像我们家苗栗好了，那我们有空的时候可能是吃个饭班，就吃的甜点的类型不太一样。那你们怎么会离开台北，然后回到新竹呢？新竹是Ethan 自己的家乡嘛？对，对，就是当初创业也是想说，迟早有一天也要回家。那在还没有做到很稳定的状况下的时候，干脆回家好了。回家的话，资源可能自己也比较了解，然后整个人群的方面也比较熟悉一点点，然后用一些在地的方式下去制作我们自己的甜点，这样。比较在地的方式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用可能比较。食材吗？是食材的部分。对对对。而且其实，在自己从小到大生长的环境里面工作，其实那个心理的归属感应该比较有，我觉得。对。对，就像虽然台北上班，但是我其实非常想回苗栗工作，这是一个梦想。但是我觉得，很欣赏你们在这么年纪轻的状态，就可以选择回到自己的故乡工作。那我相信当中一定遇到很多的困难，不过我们还有很多更新奇的事情要告诉大家关于你们的事情，比如说像你们刚刚有讲到在师大夜市摆摊就是一张桌子嘛，不过你都赚到行座以后，你们就换了一个经营的方式，听说是用餐车。对，为什么会想要用餐车的方式来经营？餐车其实也是在澳洲的时候。那边车站有些人也是用一台餐车，然后在路边卖咖啡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就你们的餐车好可爱哦。谢谢。花了很多时间来打造跟挑选吧。差不多2年多的时间吧。2年多？对啊。对，你们的挑选的标准跟准则是什么？要挑2年多？因为其实这是我们第3台餐车了。对，前面有做了2台，可能成效不是这么好，所以我们就是没有打算这样子走下去，所以就直接在做第3台餐车，当然中间也花了不少钱。对，就为了做餐车，对，然后后来选择了这一台餐车陪你们一起工作。那因为其实，在新竹啊，用餐车的方式，所以它算是不定点吗？还是说像我们小时候路笋会有这种可能有阿姨啊骑着那种电动的3轮车啊，会不会就有那个餐车啊，可能在卖甜点，是在路上爬照的那种，还是说是定点的？我们就固定1、2个地点这样子，然后可能礼拜几在某个地方，礼拜几在另外一个地方，这样子轮流去，然后会公告在粉丝专页上面给我们的客户知道。所以那你们目前主要会定住的点会是在哪个地方？像是学校附近啊，学校附近跟竹北的家乐福附近这样子，比较商圈的位置。对，商圈人潮比较多的地方。鼓手行走的朋友有福了哈！今天看到福喜来嘞，大家就得先上他们的粉丝专页搜寻一下，他们会在哪里，定点就可以去堵他们。韩国啊，今日今天带来懂本人会懂幸福的这个小甜点呢，阿 Q 也他就会来收留，而且不只是要现场吃，其实现场还有这个最后的加工步骤。要请 Ethan 来帮我们，就是我们的烤布蕾，对不对？好，没问题。对，烤布蕾它其实在上面哦，你现在先用酒精来消毒你的手部，对，消毒一下比较安全。哇，好细心哦。然后其实那个烤布蕾啊，上面都会有焦糖，然后焦糖现烤的跟不是现烤的有什么差别？现烤的部分的话，它表面会有一层脆脆的焦糖，对，然后它吃起来的话，跟一般的焦糖比起来，就是多了一个口感的感觉，比较有层次。所以如果是乡亲朋友他们想要买的话，是到现场之后，你们才会说，那你要几个，我就现场帮你加工几个。对，因为它是比较有时效性的。时效性怎么说？它是不能放很久。等一下，它那个扑叽扑叽的声音。哇，好漂亮哦！呀哈，规家摄影棚就是开始闻到这个焦糖的香味。那耶达，不好意思，你刚刚说那个时效性的部分，因为它是这样现烤的，所以它其实它碰到水汽，上面脆脆的焦糖会融化成焦糖液，所以那脆脆的口感就会消失。所以客人来的话，我们都会先特别跟他强调，30分钟内吃是最好吃的。30分钟内，那我现在
30秒内我就要来吃啦。小心哦，谢谢有点温温的。哇，各位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有看到吗？因为蛋糕啊，上面喷的应该是2砂，对不对？对。2砂用这个喷枪喷过之后啊，它上面就会产生一片，就是有点像硬硬的嘛，扣有伤的这种硬硬的焦糖，所以这样子搭配起来，哦，好脆哦！再搭配里面的，哇，有没有看到整片挖起来？很脆很脆的焦糖烤布雷，阿 Q 妹它就会落色了哦。我觉得上面糖喷过之后，因为cái糖啊会出爆来，会有一点点的焦香味，然后焦香味再加上烤布雷的味道，而且你们的烤布雷其实没有做的很甜呢。它是很奶味非常香、非常浓的口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烤布雷里面有放什么东西吗？烤布雷主要是用有机的鸡蛋啊，然后跟我们新竹青草湖那边的牧场自己生产的鲜奶，然后青草湖也是新竹在地的，对，在香山那附近这样子，然后还有马达加斯加的香草荚，都是天然的食材下去做的。香草荚，因为冲牙这个香草荚就会懂贵的以红色彩，那个平均那个一条，你们应该买起来不少钱吧？很贵哦。对，香草很贵，而且你们还坚持要用香草荚，因为 Noble 有一些不管是做一些什么烤布雷或者是烤布丁啊，他们可能都会用香草的那个香精，对，香草的香精或者是香草膏。对，但是你们是完全纯粹用香草荚。对，香草荚的味道跟香精的味道有什么不一样？主要是可能就是香草精的部分比较，目前大多数都是以化学的萃取物下去做。对，跟天然的味道还是不一样。对，就是入口的话，你自己会觉得舒不舒服的感觉不一样。对。古时候亚瑟起来啊，就会有浓浓的奶香，还有一丝丝的甜蜜，还有浓香的这个香草荚的米丝，还有唔单唱安尼哦，还有含较多好吃的甜点，休息一下，等下再同大家来分享。分享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嘅節目，我係鍾意群阿群妹。今日節目底度要同大家來紹嘅係為本人當幸福嘅這個甜點哦，同大家來紹嘅係2位當後生嘅24來24妹嘅家都強下來這個創立他們自己的品牌吼，還個賣動到用心作為甜點。剛下Ethan有同大家講到，你們家用的做烤布雷的這個食材是有在地的鮮奶跟在地的雞蛋。对，不过因为其实 Noble 因为买也都很多更方便可以取得的，比如说可能你家隔壁的超市，你就可以买到其他品牌的鲜奶，其他品牌或地方生产的鸡蛋。为什么你一定要用新竹在地的物产呢？主要是鸡蛋的部分，是因为老板是用纯素饲养的方式，是完全不添加任何的化学药剂，然后他是用自己去培养酵素，然后去吃掉那些不好的菌。所以它的鸡都是不打任何的药物的东西，所以就是比较健康一点点。然后鲜奶的部分的话，是我们骑着摩托车到处山上晃来晃去，然后看到一家牧场就进去拜访。然后这只鲜奶比较特别，就是市面上多数的鲜奶都是高温杀菌或超高温杀菌，可是他们是采用低温杀菌的部分，这样子的话乳香味会比较浓郁，然后也会营养比较多一点点。对，所以其实你的食材挑选，感觉 Ethan 都很用心，自己去走访可能你想要的食材的商家，或者是他生产的产地，这都是你的坚持，就是你用的东西尽量能自己看到它的来源的就自己看到，对不对？对，就是自己了解会比较适合一点点。对，其实这样子相对的也增加了你们食物，就是你们产品的成本，也增加了蛮多的，蛮可观的。对于年轻人来讲，我觉得有按呢坚持，其实是懂某简单的事情哦。我们单枪按呢，其实他们的其他的产品，能用本地的就用本地的，能用本土台湾的就用本土台湾的。其他的产品，比如说像是我们的乳酪蛋糕，乳酪蛋糕有2种口味，这一个第一早会同大家来介绍的是柠檬口味的 cheese 蛋糕。
对，这个柠檬口味的 cheese 蛋糕，它的柠檬也是本土的吗？它是来自屏东九如的柠檬，然后也是无毒有机栽种的方式去栽种的。这个乳酪蛋糕就是感觉就是非常非常浓郁的那种，跟我们另外一种吃到的轻乳酪蛋糕是不一样的。对，这是比较低温烘烤的重乳酪蛋糕，然后是不加任何面粉跟水的。不加任何面粉跟水，所以就是它的里面就是完整的 cream cheese。对，没错。好好吃哦！谢谢。他们这个柠檬上面是有加柠檬皮的。对。为什么要把柠檬皮加进去呢？因为其实柠檬皮的话是柠檬香气主要的来源嘛。对啊，柠檬汁的部分的话，可能就是酸味会比较明显。里面的酸度。对。而且你们的不管是乳酪蛋糕还是烤布蕾，其实都不是走很甜的路线呢。对，你们都是走很舒服爽口。其实我第一次吃下去，吃到第一个跑出来的味道是咸味，反而是咸味。这个咸味是来自于 cream cheese 的咸味，我吃到的。对。那其实你们的 cream cheese 里面，因为在我们想象中 cream cheese， 像阿 Q 妹我有在做。我有时候会做一些蛋糕啊，那我去烘焙材料店买 cream cheese 的时候，我可能就是选定一个 cream cheese， 我回家就用这个 cream cheese 做了。那你们也是这样子吗？我们的话，我们是用一个品牌，然后我们选用它2个不同国家产地的 cream cheese。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你都已经选定品牌了，为什么还要选不同地方产出的？主要是我们想要，因为每个口味的部分，它可能适合的乳酪的比例可能比较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调配出我们觉得比较适合这个口味呈现出来的样子。因为其实 cream cheese 会有懂得某 Q 用的咪西，就像是不同家的鲜奶，它的味道可能不一样，不同的产地味道不一样。那其实你们用 cream cheese 这种不同产地的概念，也就是以味道为主，对不对？以味道来当做你们挑选比例的这个方法。对，故说有可能亚扎 Q 咪柠檬口味的乳酪蛋糕跟其他口味的乳酪蛋糕，他们 cream cheese 那个产地比例的产地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对，每一种都会做不一样的比例，每一种都会不一样。故说刚才你说的是柠檬口味的 cream cheese 蛋糕，那另外有一个很漂亮的颜色，它是有一点粉红色，这个是什么口味的？这是洛神红莓口味。洛神红莓口味，其实。隐力冲亚洛神其实是感觉是比较东方人的食物，但是 cream cheese 是很西方人的食物。你怎么会想说要把洛神跟 cream cheese 来做结合？因为当初在想新口味的时候，就想我妈妈有在腌制洛神花，然后我很喜欢吃那个洛神花，对，所以我就想说把它加来cheese蛋糕里面，觉得味道应该会蛮 match， 所以就这么试试看，然后试了之后。家人也喜欢，朋友也喜欢，所以就这么做。好大哦，真的很大，因为洛神给我一些来酸摇的米西，然后再加上我有吃到刚刚那个应该是覆盆梅，对不对？对。覆盆梅它其实也味道也是偏酸一点点，然后我觉得这一款的起司蛋糕有稍微比较甜，应该是中和那个洛神跟覆盆梅的酸度。对，然后它的奶味一样很重，但是跟我刚刚吃到的青柠口味的起司蛋糕，它的咸度是不一样的。这个口味比较某暗含，它就是真的是比较偏甜，比较甜一点的口感。不过它的下面的饼干底我觉得很特别，跟外面的不太一样哦。这饼干底也是我们自己去使用面粉啊、燕麦，还有杏仁。然后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在加调味的部分。当初调味，对，就是我当初觉得回来台湾之后，想说大家都很喜欢吃盐酥鸡。等一下，你确定你没有说错吗？我们现在不是在讲起司蛋糕，怎么会跟咸酥鸡有关系？就是我们里面主要是加了肉桂粉还有胡椒粉的部分。肉桂粉跟胡椒粉刚刚有在饼干里。对，就是淡淡的，然后提一个香味，这样咸香的。对，然后希望可以中和掉乳酪蛋糕本身甜的感觉。所以其实在，不管是像刚刚 Ethan 讲的这个 cream cheese 的这个奶油乳酪这个放在里面的比例，或者是连底下的这个饼干，它只是垫底的饼干哦，你们都这么讲究，它的每一个味道的和谐，其实这样子的过程应该是实验很多次了吧？
没错，一直实验，然后失败再找新的方法这样子。对，会不会有比如说某一个口味是 Ethan 很喜欢，耶达很不喜欢？有吗？应该是还好，就是两个人吃到都觉得哦可以，然后我们就才上架。所以这些产品都是集合两个人的意见才有这样子的成果。对，除了今日除了要用烘 cheese 蛋糕以外呀，其实还有另外一类是我觉得也是外面蛋糕店都很经典的这种柠檬糖霜蛋糕，但是他们的柠檬糖霜蛋糕上面很可爱，还有再撒一些这个红红的绿绿的是什么东西，好漂亮哦。杏仁片跟开心果，还有那个蔓越莓干，就是把它做点缀一下。所以是来做点缀。对，那有时候就是也会增加一点口感跟香气。因为开心果它是就坚果类的，所以会散发出一些香气来。然后就有 Sakona 这个柠檬糖霜蛋糕，其实柠檬糖霜蛋糕，你们的上面的糖霜还维持的蛮好的耶，因为外面很多糖霜就是会湿掉，对不对？这可能就是跟蛋糕烤出来的时候，有没有让它散热好，把湿气都排出去有关系吧。这个柠檬的味道好重哦。对，它里面也是加了很多的柠檬皮屑在里面。那这个蛋糕它是，因为我吃到有一些棒蛋糕的做法，它会比较偏硬，但是你们的做法我觉得是比较松软的。对，它比较偏向海绵蛋糕的做法这样。对。所以为什么会选用比较松软的口感？因为我爸不喜欢棒蛋糕。所以其实你们家的家人也都很爱吃这些甜点喽。对啊，就是家人吃合格才可以拿出来。对。所以棒蛋糕是因为爸爸不喜欢吃硬硬的棒蛋糕，对，他就是说要做细致一点。对，他讲你好像圆圆的那种海绵蛋糕，爸爸没用，然后古早都得看出来啊，我们Ethan跟耶达，然后他们很用心，用做不七家颜色的这种标准严格的标准，爱同大家来分享咯。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再来谈其他的故事。好，欢迎大家又再到福起來咧！我係仲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地度愛同大家來紹介係兩位同好上嘅24啦，24妹佢兩啥啲新竹有個所在是一台這個小小的餐車吼，做家的董上愛懂中意做嘅事情，就是自己創業這個甜點的品牌，做懂到本期假設，本副卡人設，本太假設會懂幸福嘅也條好米西哦。剛剛阿群妹有說嚟這個烤布雷，還有 cheese 蛋糕，還有糖霜蛋糕，剩下來還有那麼一類這個小小的點心，我同大家來分享哦。它的名字很特別，它叫做巴娜娜脆餅。對，這是一個怎麼樣的小點心？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感覺很堅硬哎。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biscuit， 意思就是烘烤2次過後的餅乾。烘烤2次過後的餅乾。對，所以它會比較沒有水分，然後比較硬一點點。我覺得它有一股肉桂的香味。對，是有加肉桂。對，因為香蕉跟肉桂其實還蠻搭的，這樣。它其實沒有我想象中的硬，我本來覺得咬起來會有像那個口糧餅乾的做餅類飲食的那種口糧餅乾的感覺，可是其實它吃起來，我吃到的是你們烤的杏仁，其實感覺烤的味道很重，烤蠻久的，會讓它的脆度跟那個有一點點焦香味的感覺。然後這個是葡萄乾嗎？是蔓越莓。蔓越莓。對。蔓越莓乾在裡面的角色，我只能說恰如其分，因為肉桂的味道很重，那蔓越莓其實就是跟肉桂平分餅乾裡面的味道，對不對？好好吃哦！它可以當咖啡攪拌棒，那它會變軟嗎？會比較稍微不那麼硬一點。所以它可以這真的是喝下午茶的好朋友。吸入咖啡的香味，會有不同的感覺。原來是這樣，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可愛的小甜點、小餅乾。那它的販賣的方式就是這樣一包一包這樣販賣嗎？對，就這樣一包一包的賣。對，這樣一包是我們是用克數去稱重，然後做統一定價的。
哦，所以你看到吼，这个连这样子的小饼干家都要做得用按呢的方式来同大家分享哦。但像按呢，其实我们前面在讲那个甜点的制作方式的时候，都是Ethan在讲。其实耶达也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力在整个包装跟整个行销。毕竟讲琼亚，这个是你们一般拿来装什么所有蛋糕的盒子？因为我们蛋糕几乎都算统一规格，就是这个方形8寸的大小。8寸的大小。对。所以你们如果是买一整个完整的蛋糕，就是这样。对对对。可是我们一般在外面买的蛋糕好像通常都是圆的，不过你们的都是方的耶。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子来做？为什么呢？当初就是想说方形的话，就是一个盒子，它基本上原则上都是方形的。那如果你做圆形的话，可能会就是浪费掉一些空间。那我们就自己去开模做这个纸盒，然后寻找方形的模具来制作。所以又是一个违背客家人要勤俭持家的客家人出现，没有啊，开玩笑的。因为其实这样子的方式也会让消费者打开来之后就觉得哇，整个都塞满满的，不会有那个空档的感觉。对，就会买回家之后就觉得很扎实。那整个设计，我看到上面有你们2个人的图案。对，然后旁边还有很多蚂蚁，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耶达你自己设计这个包装的想法吗？一开始其实是因为现在卖甜点类的东西，就是主要会蛮多因为是吸引少女嘛，他们只要注重外观，然后现在日本也有法规，就是日本的多重包装已经有法规了，希望日本的那些包装厂商不要做这么多重的包装。所以我就是从这个开发想，希望可以就是尽量精简就精简。然后像这包装也是正面式包装，对，然后那背面的话拆开来是有 DM 在后面，可以给客人看。所以这个纸的背面它就是 DM 了。对对对。所以就是尽量的简练，它就是一个能装住东西的盒子。对。然后另外一张宣传单。对。然后最后简单的一个纸绳。对，因为我们也不提供纸袋，所以这是可以，所以这可以提。对，那个嘞，盘子啊，刀叉啊，盘子，因为我们就是也是希望现在对环保，所以就都会先跟客人讲，他们如果能接受的话，就如果他们不接受，我们有提供就是另外额外加价购这样。不过我觉得安内今后，因为大部分会买这种一大个啊，通常都是带回家或者是带到一个定点，跟朋友一起分享。那如果也可以为我们的土地尽一份心力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想法跟理念。对，这是年轻人的新想法，年轻人的新理念。不过胆枪有这个是你们统一规格的包装。其实因为耶达自己做这个设计方面的，你还有设计不同的节日啊，就是类似这种节庆包装、喜庆包装、限定包装，你做过哪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目前就是像这是已经第2版的一般包装，然后之前还有做过新年过年的，哇，有看到吉跟祥，这个好漂亮哦！这是你当初过年的时候，你们也是卖这样子的西式的甜点，但是外面的包装对。把它做成就是很吉祥的这种感觉，它也是就是拆开也可以贴在家里当春联哦，对，还可以当春联，好有想法。所以过年会有过年的喜庆包装，对，那还有其他节日，像这次情人节我没有跟，其实是我高中同学，就很久没联络的高中同学，然后就想说刚才问他看要不要合作看看，就是用情人节跟蛋糕做结合，还有花束，对，情人花束，对，所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有在当地造成一些热购或者是回响吗？后来有看那个网络上啊，就是女生收到都蛮开心的，这是一定的。这不管拿来送闺蜜还是拿来送情人，女生一定都超开心。对，所以有七夕情人节的包装，然后还有一般的包装，过年的包装。听说前阵子父亲节也有父亲节的包装。父亲节的话，主要是那个小徽章，还有新的设计。所以像我手上这个可爱的父亲节的小徽章，这里是一个父亲的形象，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们的小餐车。对，这个父亲的形象感觉有点眼熟。
是谁？他长胡子的样子，好可爱哦。所以我觉得年轻人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新想法，要把它带入你们的工作之中。这样子的工作过程里面，应该也让你们觉得很开心吧？就成就感还蛮多的。对，而且其实感觉2位的家人应该都是很支持你们走这个路线。有遇到什么就是反对的声浪吗？其实还好，最主要可能就是经济的话没那么稳定而已。对啊，其他的话就是家人都算是蛮支持的，都蛮支持的。对，那耶达呢？你觉得在自己创业之后，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有没有遇到一些让你很开心、觉得很温暖的事情？像是回购的客人吧，或是有一些有一次是。因为我们还有网络接单，然后我们会跟他约一个点面交，然后我拿蛋糕下去给他之后，就发现我忘记拿，他还有另外订脆饼，然后我跟他说不好意思，我忘记拿，因为我怕有些客人会比较没耐心，然后他结果整个就是说就超有耐心，说你慢慢来没关系，他就在楼下等我，然后我拿给他之后，他现在变我们的忠实粉丝，每一篇都会在下面留言，然后都会跟我们买。然后也会跟我们说意见，这次做的怎样啊，都会讲。好严格，没有啦，忠实粉丝。其实你们应该也是很喜欢这样子的互动跟交流。对，那以这样子的方式进行，目前是餐车，那偶尔会去市集里面摆摊。那未来会有什么样的规划吗？如果未来 OK 的话，可能当然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个店面，就是可以呈现更完整的蛋糕给客人。开在新竹吗？没意外一定是的，所以还是想要留在家里，会开在新竹。对，很棒。所以未来可能要用3年会有一点点美，这是他们的理想。鼓手，请大家随时关注这2位，好不好？除此之外，其实你们也有在做客制化的甜点，有在针对就是团体的，比如说公司的茶会啊这些来做甜点。你们大概有做过哪一些？哪一些类型？因为我们有跟一些，像我以前是做美发嘛，可能就是有美发的开幕茶会啊，或者是美甲的一些活动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跟他们讨论一下。对，讨论是比如说甜点的内容吗？例如说他们今天希望给客人什么样的感觉，然后这也太漂亮了吧！对，这个就是美甲店的，就是他们的一个课程活动的茶会这样子。其实连上面这整个桌上的那个食物的包装都是你们自己有主题性的规划设计的。对，就是依照这个家店应该给客人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就尽可能帮他达到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如果电视机有钱的乡亲朋友，如果你们下一次有想要办什么家族聚餐啊，或者是茶会，其实也是可以跟你们联系，对不对？可以啊。你们大概最多的容纳，就是你们可以制作的人数大概多少？因为我们只有2个人在做而已，所以可能大约50人以内。可能是我们的极限了。50人以内，好，这50人以内应该已经可以够很多人了。鼓手乡亲朋友，假使大家后想要听其他的店型啊分享，大家主要是 FB 可以搜寻到你们，对不对？对。那应该搜寻什么关键字呢？打早晨的晨，良心的良，陈良甜点就可以搜寻得到。陈良甜点就做对请到其他的哦。鼓手今天谢谢Ethan，谢谢叶大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们。每上问各位乡亲朋友的收看，大家爱多多本期也都支持哦。两沙洞后生，还个有上爱底下赚到原本的故乡啊，来大病的后生人，爱本期也都多多支持。上问观众朋友的收看，等下听的运动欣赏，叫下来做运动了。